係啊，各位聽眾，這禮拜是馬路加還沒 start 咧，小咧 football fever 未 start 了。一這禮拜咧，咱嘅倫敦而已，倫敦是咱是長人車還是阿毛車哈？一個長人，一個阿毛。哦，他媽大家聽到咪就差唔多講阿毛西咁講咯。哎呀，只破空頭啊！各位聽眾，咱當然聽到，食飽未亂。這個禮拜我嘅特別嘉賓，嗰是新嘅特別嘉賓是咱嘅倫敦那邊。我叫倫敦係咪？咱當然話叫論壇嘛 ，forum 叫論壇嘛。你不要講緊我叫咩？叫講倫敦咯嘛，叫做倫敦啊。倫敦咧會。你學電話好了，佢哋進步嘅節啊。倫敦即係自己想出來，倫敦咧會觀光啊，咱咪是看到咯觀光。會講咱講 football，學緊話叫咩？足球啊。對。啊，未講足球，咱咪是講 football，乜人講足球嗬？我係講啊，啦講足球。咱講 football 啦。對啦。誒講 football 特別搏球係對啦。搏球唔是 football 啦，當今特別當今嘅嘛，當然都好是阿你嘛 World Cup 嘛。世界杯嘛，對，當然世界杯條當今是幾號啊？啲就是9號殺埋下人。世界杯9號殺，然後我是真正唔是嗰啲鬼啊，只出去辦事先10幾號。唔知一注贏，唔知得一點贏，唔知一注贏啦。當今唔知美國，你講美國贏幾年？嚇？你講美國贏？未咩？有可能贏。都代美國都制美國人落背咁嚟走未走？冇啦，即係足球人到度背，只是咁走，都唔是搏，我唔是講搏。伊人個 football，發生 football 唔是用卡踢嘅 football，是用手嘢走嘅 football。橄欖球，你橄欖球，樣叫 football 嗎？咱樣叫 football 啦，咱冇叫 football，咱叫 football 是只隻演一粒。啷個咧？有冇咩興嘅？啷個踢 football 先陣時？哦，住。哎，未記等陣時啊！啦，我未記個老母啊，這樣頭腦成呢，未記介紹攞名咩個？即係觀光那個觀光嘅朋友名做臭咩光？觀光個臭咩光啦，我知啊。觀光啦，就未使少少觀光可能，可能嗬理工卡，咪理工好啦，咩理工個是觀光啦，咪觀光換咗人啦呢？誒咩？都換到你啦，都冇換到我哋啊！度嘅，咪咕就度了。我咪咕數度嘅啊。哦，金咪菇個你叫，車站金咪菇，係，佢呢個未執事開始叫，你聽到？即係個唔知嘅臭米講聽佢起幕，就咱講唔佢頭。我哋你又冇叫啊？你又冇叫啊？都好啦，咱講足球講什麼？同埋你又冇叫，你又冇叫咪歌咯。你講你又冇叫咪歌咯。你就先不聽過咧，就會去檳城福建.com 未看真係，去八即係檳城福建，當今真興啊！阿家是。有嚟這禮拜，咱唔是講未講足球呢？足球 football 是有哪啲踢掉啦？當今唔知自己拍住啦，當今特別，咱未講唔是未講隔日 football 啊，咱未講搏球啊，搏，有對。嚟講下這是唔是這隻厲害？這個按照你細漢呀，你做裝啊？裝是冇啦，我做過武機是咩呢？武機是咩意思？裝啦，我死咯！講聽武機是咩意思？武機嘛做當人啊！冇你做，按照你細漢做當人嘅咩？做過呢嚇？亞數。唔係講啦，講起做博就是極限啦，就講做博是爆贏嘅。我做博都自己播啊嘛，贏1,400,000。你贏來你冇吞，後一擺贏1,400,000嘅，贏來你冇搞我自己輸。你輸，一個真係啊，一基本係啊。你博本啊，這裡差咪講。差咪講就是定到好只看做裝係。冇啊，冇。冇啦，我就係冇。冇例外。
即就是無影啊，差唔多講冇搏球咩？哦，伊是搏鬥者，嗰就雙搏。攏即 OK， 講我聽，攏去倒去吹人搏。嚇，規個邊年規世界嘅啦，嘛人搏，即係人會搏球喎，安尼咱就搏咧嘛。哇！你即係叫即卡波就笠落出大妹就直接咩搏球啊？你啊？啊，是安尼款啊，唔係你幾嘛是搏。你朋友嗰隻會。誒，你個架仔看咩作招嚇，作招嘅咩？嚇，嚟講我聽者啦，我告訴講聽，你講咪告訴。啊，安尼款啊？呢隻經驗啊？唔是啦，講我有一個釣魚甲搏球，咁然之後喺啲福建.com 講出來嘛。破坑者啦。有，我係講啊，接球啊，對一個打波嚟講啊，都成啦。打波唔是攞粒咩？係啊，你看，講對打波一粒球成個做愛呢？對，搏球都想做愛，一粒球都是一粒愛，你看。了，我係學10禮拜嚟support我，還沒輸我講搏球甲做愛是像嘅。嚟講下，厲害，即係這啊，差唔多講是唔是捌聽過啊？這是潮。網橋你買就是橋你買，差唔多講，差唔多講網橋你買，超網賤，超係啲頭殼對面睇嚟，但我學聽到啲講胡話，學講胡戲啊，你知嘛？啊妹，嚟接對講，關講，冇病啊，我直講，直講啊你，啊，同我直講，我當然有一冇嘢。我個關講這講臭咩講，係咪講得出㗎了？不知，咱個聽啊，不知啊，邊啲學根本講啊，即係山虎㗎，咱講白人講告訴，我人講到大妹頭前嘅大妹拜嘅叫妹妹，對唔對？白人講告訴，不知咱個聽啊，會記到對嚟收聽啊。了啊，教我講這臭咩？唔是，即係關講嚟講按做咩事有10條嘅觀音。這唔是觀音啊，觀音，這邊是10條，十里理由啊，這邊10里理由講是啊，做搏球成個做愛呢嚇，嚟講啫，頭一條搏球甲做愛變賣相嘅，都是哪裡個了真係刺激。真係是看到嚇，人做愛，人買 describe 啊，人買形容哦，你入這邊講出來，你幾下垃圾不啦變到。要緊啊，別我見到我啲垃圾咧，就落嚟度。我啱會辦過我抄愛，必須出嚟試度，後面垃圾咩抌啦而家。對我覺定下。嚟講下你第時間用嘅抄愛是得一句。哇！你看袂使落一條唔對啊！嚟行咗。有一刺激嘛，係咪先？你看搏球啊，搏球緊張嘛，你累啲入面啊，你看搏球人啊，搏20塊咁好啊，你時間你驚時趕啲跌咯，你是搏成個青嘅掛死啊！你是搏球類嘅人？哦，我人搏算白，我燒算青嘅本路，走掉人好嘅。按照搏講我聽，我唔捌搏過喎。我本來去一個節目，我是買講講那搏，講覺得嘅死，上個話你講死咪變，嗬？啊，唔通搏啊！各位聽，就愛搏律師，愛死你技術。按照搏，攏是按照掠，攏是嘅即係咩對，我嘅咩對，好了。啊是你參起來規個。對啦，佢哋都是第2個 point 了。嚇講。第2個 point 嗬，就是講頭一條是刺激啦，頭一 point。頭一個是刺激咯。第二啊，你做愛本是像啊，你搏球本是像嘅嚇。愛有人愛做，甲有人愛互人做，你看咪你會嘛？必須做土。對啦，哦，有人愛幫你，了有人嚇，有人愛掠嘛。有人愛幫，有人愛掠個會啦，手一攞柄拍夠聲，一柄拍無聲啦。然後做愛款嘛，嗬，一個愛賭，一個愛互人賭。對，你袂使呢，一個買賭，你後尾個賭落去，冇掛掉。了，袂使前面賭啦，特別人知，特別人。對，啊，第3啊，就是講即個搏球啊。
啊，較做愛上誒，伊會去打去演誒。我去演那做的那愛那搏的那演。啊，成日一個打波呢，反正是查某咁好啊，伊無做愛過啊，你可以等個30歲，本無做，本唔要緊呢，你可以做一擺啊，媽仔都無可以你去啊，流汗啊。有影咩？我唔知住30歲一個無做，但是搏球嘅嗰個慘，搏球嘅啊，搏球嗰個死啊，輸嘅時啊，好就去拜人講啊，人講。拜關公，關公是。一擺落下順利過關啊！一條起哦，我壓刀咪搏球了。嚇，全講嘅，刀咪搏球啊，好掉。若是我搏球我浸超啦。好掉啦，嗰種人啊，球伊手嘅卡唔知浸幾擺，本是成啲來嘅呢。實線頭冇嘢咧，係快啊！實線頭嘅冇嘢咧嚇。啊，比線頭冇嘢快喎。你等陣我問看。關公你手生幾刀啊？是愛算啊！手指20支啊，第21支本讀其他本算未了喎。哇，厲害了！這個呢，臭米講呢，臭米講手指幾支？嚇，伊無講過愛停啦。我無講過愛停啊。伊搏是搏細細呢款鬆鬆啊。搏細細佢搏呢嚇？嚇？伊是見頭一個嘛，見刺激嘛。我見刺激，我是見刺激嘅，你看是刺激可能。了我唔是真刺激，我是過頭刺激，看下什麼面壁寒你看哦。你是刺激，你是看下個爽過無搏啦。嚇？看下成你是啲硬要變可以贏，可能。嚇，硬俾佢丟嘛，拍領刀咯。了第三條係咩啊？第三條是條毒誒，啊條毒嚇，無那看那搏那演那做那愛，啊那做到那愛對，嚇，了那做那愛那搏那演，所以就是講有個人咁願買搏無咁願去叫人講要贏了，贏了一刀就買搏了，了有影贏是可能佢接到去搏係啊，嚇，咋你就有咧較老，咱嘛是捌看過啥較大漢，咱40-50歲冇有啦。厝賣較是安怎？第一食啦是安尼，反正有捌拄過種賣啊。你捌看過你捌咯？捌，啥我厝嗰邊嘛是有咧，一個煲個唔要緊啊，紅煲做一個煲啊，平死。無人叫，無人叫。啊，是哦。有啊，賣厝，交尾賣去啊。一屆我吸了，下一屆個再死嘅一擺。你4年一刀啦，即做拼，咁我死啊死個4年個來個掉個一刀係。對咯，未正堂課，未講你知道講買博就買博個了啦。unless 你想下我你可能掉個死個，擺未起幾哪擺啊？你係咪是掉個死？來個美國啊！啲人一人坐了，家己想教嘢人家講，我覺得。即係說咧，教你都俾教人講者啦，別人你聽講，別到個未去做上個都做過錯嘛。哦，有時講搏球啊，是無貪贏啊。做莊嗎？做莊冇貪贏啊？嚇？做去你做莊一幾搏咯，300個。一集就甲你講啊，一集若是有啊，咱講搏球，安怎講？安怎個贏？輸誒。哦，安怎是輸？安怎做莊無贏？咱咪就咱甲講過啫。對。我夾是6股，我夾10股。我夾一個月咯。一個月嚇，會使，咱剛才講過。了我夾不，了第4條哪做哪愛啊？是第3條第3條啊，第4條啥？第4條哦，第4條較無安怎，意思講即個本時間係一個 feeling 嘅。你搏球重要是你 feeling 嘅，都是愛掉呢，你就教嘅啊，成啊。明知講即條是巴士贏啦，教日早條巴士係我輸啊，即刀我愛可以掉到對啦。所以正時間你搏球啊是無去想呢款嘢，嗰是正 emotion 嚟怎講啊？emotion 真正激動即激動，嗰是用心無用力。無理。用心無用力，其實我想到阿咪得嘅衝動就去做呢。衝動就去做咯。即第4個咯。
第二個咧就是講垃圾哦。第二個，頭晚冇講第四，頭晚創檔嘅，你按怎講，按怎甲做外邊，就是創檔就去做，冇去想嘅啦。係啦，做愛你愛想很濟咩 ？OK， 等陣我愛安尼款啊。然後愛冰安裝款。會記情魔啊，大波人會記情魔啊。大波人會記情魔啦，講潮靈魔啊。潮靈魔啊，哎呦，笑我係咪？嗰啲時候魔攞冰嗰啲會痛攰啦，死掉啊，扮魔去做咩？袂使，另外一邊袂使有坑。嚇，袂使啊！你好，阿嬷嬷。嚇，阿嬷嬷。第請抓狼。阿媽是講個垃圾事哦。垃圾是第個嚇。作藝是定得第垃圾啊嘛嗬，你用第嚇排泄安怎講啊？乜嘢？排泄安怎？辛苦射出來乜嘢？你射出來。對，辛苦爬出來物件啦。你用你身軀鑽出來位，幫自己一身軀鑽出來位咯，你看到對？是唔是嗰啲是我哋嗰啲小刀鑽你看嘛？對。搞嘢垃圾啊！即係，唔是叫你食啦。我都見每博叫人話。博叫人乜係使參垃圾物件㗎？係你有博叫都是垃圾啊嘛？安裝垃圾？你唔知講叫垃圾係咩意思咧？唔知。叫垃圾我是講有人做卡，有時有人做卡手呢入邊。無正啊！安怎做卡手咧？像咱那種真啊濟人播要，真啊濟類。你要去，你要注意要看這聲。是哦。安怎注意看？為時你看超點啊！你if 你注意football，你看超點、幫好點，你看理由。你咪是講咯，那是你冇去研究些個來看。一個這人是看你哇好了，我講咩啊？所以你看到你嘅好聊點嘛？你未記看出去幫出去，嚇那幫不了吧？像你嘅好嘅點啦，了伊是對方嘅臭點啊，特別對方個幫叫哦，哇！即係而家炒咯啫。嗰人就去佔嗰啲好聊嘅點咯，咁咪就係伊resul出來是好聊嘅點輸咗。你知講咩啊？伊result 是講好點輸啦，嚇是咯。一做伊行政哦。當一邊咧你個人去搏下一邊啊！搏一邊過後，伊成平準啊，可能講平準咧，你搏叫人講平準啊，過後當過後濟人啊，成個拍領導伊嚟就。常常會拄到嗰種。因為我冇搏嘅，我唔真講。哎呦，成個馬來西亞跟新加坡拍啊！有新加坡比馬來西亞好，就講bằng半粒嘛。了特別伊行政出來伊叫開馬來西亞幫半了有100萬人喺你播嘛了特別播再贏嘛對了嗰人咪是講哎呦新加坡你咁好嘛馬來西亞個大棒球一條球是小我咪是隻新加坡咯對了100萬人嗰啲播新加坡啦講了咪是講伊播球伊咪一人落10塊嘛10 million 咯10 million 嘅播新加坡了出來 result 是馬來西亞贏嘛馬來西亞贏新加坡2-0係咪算呢因為人講這是垃圾咯人 theory 是講呢款啊你球若是垃圾咪是講伊球做出來伊行政是唔對啊了伊夾係類來買係 player 還是安怎了做好伊 result shift 伊 result 我這是有成是垃圾咩這是樣我知對，若是你博球，人你知講常常會拄着垃圾啊，無定着愛買 player， 有咧 player， 有可能買袂着，樣使買真濟物件。Jeffrey 啊，安尼款咯。Lefree 安尼款咯。還是買一個 goalkeeper 你就死咯，一死前咩？打唔着兵嚇，打唔着兵。你又無博咯，就頭晚就是你又無博嚇，頭晚即係臭咪講你又無博。你又無叫。我知啊，明白嚇。你讀啦垃圾是第個，你第六呢？第六就是講，你見若是
若是一個打波出去啊，如果是唔知啊，我嘅朋友開始講我捌會打波嘅咧，咁樣可能你若是未曉講球哦，你都唔是打波咯。我不要講球，我那人未曉講球誒，我猜你肯定來。我不要講球。你看都唔是打波嘅講。唔係叫我攞人嘛？好笑，我講搞波比，你炒咩講搞啲波比咩？啊，炒咩講搞波比，講炒咩講嚟搞波比啫。個自講咧，同埋啲跨自講，你可嚟講打波不要做球，冇咁打波不要講球都唔知打波。你成日打波出嚟話嚇通常啊，較濟。較普通嚟講都出嚟，使乜打波就得愛上物件啊？係咪先？你愛好球，有然後愛好作愛。當雜波各位聽眾，雜波聽眾聽係嘛？當劍。我話雜波無第二次咪都講咧。同我個仔都直接當劍晒。即係攞你一個車住嚟咯。我攞你半打波，當然我不要講球是分魔嚟。你有個咪個車嚇？個車三行啊！這叫做阿莫話叫做 stereotype。stereotype 啊！即係小妹出去打波特別要講球，第二條特別要講做現雜波，第三條特別講車。你若是去食車，當今上擺你咪少做生意嘅新加坡啊，咪是想你入邊做生意啊？對啊，唔是加拿大人啦，特別食較濟是啦，一般啦。你若是等陣你看，係你 Germany 頭一條啊，德國加 Costa Rica 啊，你講科斯達黎加，科斯達黎加頭一條啊，睇下你若第二次去做工，你若是唔知 result 啦，你at least 係知 result 啊。去 internet 你去幫嘢去睇。是哦，你若是無你去個做工呢，好頭家妹啊，頭家妹都你安怎，我唔知哦，死頭家講死啊一個安尼款不唔知啊，安尼款有可能以後你真正，你安尼款無注意你邊啊物件吼，安尼款無關心個你邊啊物件，無率嘛對，安尼款你不未啊，安尼款你不未 access 到，你阿兜公司出問題你冇嚟知。對，哇 ，actually 是一個社歌你看啊。一其實叫做咩？跌落嚟上面頭一時。跌落嚟上面啊？跌落嚟是講佢打波冇成蚊球你看咯。我打波出去哦，愛球還是講作愛呢？是去打波，有你打波唔是簡單打波，有你打波嘅頭腦，打波簡單啦，不跨波就是跨雜波啦。看查某是本是看博，較濟量。對啊。哦。了，第七條。上嘛，看博甲看查某，看啦，看球甲掠球本是上呀對。看球甲掠球是上。了，樣博球甲作愛是上嘅咯，對打波嚟講，你會知嘛？伊個 purpose 是做咩呢？伊 purpose 就是愛征服查某，愛征服別人，唔係征服查某，征服嘛是。阿莫我記得未？有你真係阿莫睇咧。哎喲，福建話是比較講嘅比較阿莫咧，較錯淡薄，我就曉。較阿莫係咩？阿咩錯係咩？錯，似哦。似啊！是哦，似是咩？不是愛似查某，還是講愛似你朋友博球呢？似什麼事我不要聽。似嘛是 push 啊。哦。成日講不知啊。知伊那款咯，像贏伊啊嘛，你似一點點那款咯。我真係咁樣幹你。慘咯，你都，你而家別看垃圾了。唔對咩？唔是叫緊。似就好啦，你講下你款咯。唔對啊，剛才。會頭向啊啦，都。厲害！啊，似就好啦，講似就好啦，唔係講緊。了。了，一個地上嘅物件就成款啦。你若是去每一個打波吼，
你每搏球又好，你每作藝又好，基本是講會贏。啊，作藝人是講別講贏啊輸啊，特別嚟到甲講你款嘅咯。驚輸驚輸啊！你若是講伊叫雞嗰間好笑。真唔輸。啊，好啦 example 你咪知咯。就係我去叫雞啊，咪講啊，喺查某個水個要緊啊。就係我出一個了係嚇，照鳥二胡之類那講。但係我出個我訂零啦，啊數零啦，出個了啊。你訂零啦，你講交零。數零啦。照啊咩？照鳥啊？嚇，照鳥二胡。交股字可出個了。嚇，我哋反正冇聲。唔知。你學見你唔使亂來啊，亂編出來。我是亂聲你，我未曉。了，哦，但我出個我一個啊，叫佢車來了啊！啊，你拎第一出來啊，爆炸！啊，我你第零辣出個了。嚇，第零數零辣啦，第零辣，數零辣出個了了。數零辣本出個了啊！甲你講你本無相信啊！我做個了，甲尾唔買甲我收淚啊！哇！大波上啊，好。尤其新哥打波，新哥打波講話是個大坑啊！這是講幫大炮這個，對，大鋼落林蛋，阿伯你腦殘啊！就像阿大球啊，搏球那是去話口。講大啦，要去人。是哦，伊搏100呢，那是你唔捌嘅，就甲你講伊搏1000。哦。啊，那是伊無贏無輸呢，就甲你講伊贏；那是輸呢，甲你講輸淡薄；你輸淡薄，甲你講伊好，你看咯。無人甲你講伊輸鬥濟啦，unless 伊知講你輸真濟，該接累咯。哦，我明白，所以我明白，這是第幾條咧？第7啊？第8？第7，這是幫大炮啦，大鋼，你幫大鋼。你若是贏本好輸，無若是贏就贏大，輸就輸細。無啦，輸呢係就講好，輸就好。贏是1000就講，贏100就講1000。對咯，大炮啦，對。這位你每贏輸，伊講贏個落這時，你幾請個幣講賣啊咯。賣啊，人講我照佢啊。啊，是哦。有第8條。第8條搏球個作愛上，你安怎本是輸？安怎本是輸？你講句你愛得是輸累水呢啊？你是愛經輸累水，還是一頭死呢？對啊，有那時有一個 episode 咱講學搏球，他們輸定條輸啊！作愛是定條輸啦，作愛都是emotion後頂贏啦嘛吼。如果條學有可能都係學綁經類啊。本子檔摸淚啊，對啊，摸淚，條嚟摸。了啊，了你時間甲你精神嗰啲嘛是了了去嘛，你是贏一個打波對人講是贏一個 status 對來啊 ，status 怎講？地位。贏一個名對來。名聲。對來都是愛轉的啦，伊贏一個趁轉的理由對來呢。實際有趁。甲朋友拄着的時候，通講嘅時間係大頭，甲叫做點。對。OK， 然後一個啊，你教你。不見去，就不見去。差唔多講啊？冇啊，我這邊所隨便丟去。差唔多講咧？啊？差唔多講你個地個，是你背啊？哦，你聽到？聽得到是我有啲咯，聽無到是我無啲咯。阿媽聽無到，但我你走去看這講下。無啊，聽小姑聽個小聲，那這講個幾胖幾幾啊？呢度嘅，第9條上面出條。是啊，上面去啊，咱講白梨啊嘛對。哎呦，死啊！等下。你寫起來無？寫起來。無啊，紅險寫出來呢。這個差咪講咧，差咪講上條，我唔知喎。差咪講我聽過哦，你無我講，你按做白誒，啲邊領白嘅，頭前係白嘅咯，冇啦，白啦，我真乖嘅，嚇，你啊，嗱是家己講家己乖，實在知
仔仔啊啦。阿媽就甲你講啊，博球人成款大漢嘅。啊對，叫做仙，有吞仙就叫做仙，有吞癲就叫做癲。是啊，想袂出夾喺哪裡？fail 啊 ，exam fail，寫袂出夾喺哪裡？叫喺哪裡？哎呦！啊，是把隻接嚟講啊，把隻。我都笑笑看啦，或者啷個，啊，對嚟講，安怎博繳是在輸嘅呢？也是你個講你接你落嚟。對，哎呦，咪講啦，人講係咪輸博繳爆輸啦？一解嗬。啊，使。我諗就厲害，你就夠講你就都，你咪 major 都。啊，你講偷咯，是啊。嚇？我是啊，我是膠囊。係咪膠囊？係咪意思是膠囊？嚇，你唔知咩是膠囊咩？唔知。膠囊咪是做酵素嘅人咯，對。啊？做咩？做酵素嘅人啊。酵素什麼？你聽到我這先生叫做膠囊嗎？對唔對？因為我真的先生叫做膠囊咯。啊，做酵素咪是做咧無嘅事咯，成日啲邊人咪啲做酵素咯。係咪無人甚至做酵素，人這邊人學見真大數嘅。即個無建設性嘛，無安怎講啊？無啊，可能歡喜者嘛，真這邊人學見嚟聽講。對唔啦？真正暑假人嘅接駁嘛，對唔？係啊，你嚇你直接講㗎，你款。安尼款錯，哎呀，你冇聽過啊？較慢較錯個有個。你講數啊？啊？你抄話啊？嚇，抄話或者抄話出嘅時咯，咁樣係咪錯傻咗地錯嘅，直接本出個了。好對，嗰人聽啦面骨去。面骨嘅，就是啦，咱平常時啦，你平常時講嘅正經嘅告訴我你嘅事呢，你就知啦，你講唔是，你講打波是唔是？出去嘅你朋友出去拍球嘅事，唔講打波本土嘅查波咪是啥？打波你出去嘅你朋友拍球嘅事，你咪是無你嘅正經嘛對？你是覺得人唔捌校正面嘅正經嘛？咱就是變咧學緊誒即個節目咧，就是上個朋友講話咧，無 filter 過無打啤，即是頭出個了，成個你講你朋友講話是喊佢頭洗碗出個了嘛？你講嘅近啊，不是講什麼，怎麼講咩？死黐，會黐白嘛？我諗暗號誒，國白啊！我 in the circle 人暗號咧，講得太出面嘅嘛。哦，講得太出面咧，你冇聽到，還是你朋友聽到，找朋友聽到啊？聽到攞餅啊，借啦 ，banana split。對，有人講話，我話啥？人講話成日正一頭咯。所以哦，成日無我聽下較無面爽，人講我係找朋友嘅時候怎哦，就係一個作愛，你看都無爽啊嘛。那個朋友講話，喂，就係我甲我鬼啊，好啊，別啊，就我食嘢時啊，好啊，別啊。哇，白字到底嚟講係咪？白字到底嚟講落暗號上面。嚇！別，所以睇你就我奧掉嘛是是。嚇！就我整我冇講嘅。我能 evolve 接4點鐘嘅。哦，你覺得安尼一個 reset 過呀啦，你暗號嚇？你暗號接4點鐘就佢 set 過一個新嘅暗號誒嚇嚇，冇隻暗號是點啊？已經封教啦，封教是依暗號定入來唔知咩數。哎呀，我要去食垃圾咯，冇人感謝，感謝。感謝，你自夠講或者講，或者自己到底嚟，差咪講咩使到底嚟？或者隔嚟講白行面嘅，諗起想話，差咪講，你咪聽過佢邊啲學見到咁直係嘛？哦，即係應該是12號辦嘅，即係教12號是馬路加 World Cup 就 start 嘅時喺禮拜日啦。感謝各位聽眾，感謝下羅蘭觀講個臭麥講個臭麥講阿妹自講咁嘅感謝啦嚇。你禮拜個再聽過我能新嘅一節會變成學見啦，感謝觀講，感謝臭麥講。拜。